今日开始，咱紧来关心风台。风台三岛二暴风圈已经吸到咱台湾的南部和台东的陆地，台中以南和花莲、台东拢已经互风台造成威胁。各地头的风也豆豆增强。咱紧来听气象署伫拄则上新的说明。 各位朋友，大家早安！西北太平洋上第18号台风山陀儿已经在今天清晨2点减弱为中度台风，目前它的暴风半径在7级风是220公里，10级风已经从80公里缩小为70公里。然后在今天早上8点，它已经来到高雄西南方在160公里的海面上，预估未来还是以比较缓慢的速度向北转北北东，明天登陆西南部陆地之后，再往东北的方向移动。 由于它减弱，而且我们判断它的环境已经越来不适合它发展，所以我们预估它在影响我们登陆我们之前，强度有可能再减弱为比较轻的中度台风或是轻度台风，甚至登陆以后，经过我们地形破坏，很快就会变成热带性低气压。提醒大家，目前我们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海上警报区域是整个东半部海面、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以及台湾海峡；陆上警报区域则是花莲以南的区域、台中以南的区域以及澎湖。台风会减弱，但是这样整个强风带还是会影响我们，所以今明2天海面上的作业和活动最好不要从事。而我们从今天降雨，我们刚刚要解释的是，除了花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屏东持续下雨以外，南部地区的降雨会逐渐的向北扩展。 然后下半天以后也会稍微就增多了。北部地区，尤其新北沿海、基隆北海岸，雨也会逐渐增多。今天在新竹以北的山区、新北市、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员林以南地区和澎湖会下局部性的大雨。今天到明天这样的雨持续下，而明天的雨可能要等到台风登陆以后逐渐减弱，这样我们在南部和东南部的雨才会逐渐的缓和下来。虽然台风强度会逐渐减弱，但是我们预估它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弱的中度台风或轻度台风影响我们，依旧是以台风的结构影响我们，而且影响的时间长，它移动又太慢了，会对我们的天气持续造成影响，提醒大家多留意。